型结构7줍藏文的单句以动词来区分，可归纳为3大基本句型。格助词的使用围绕着动词而转。基本句型1，式字句 인민키7줍 A 绝对格加 B 绝对格加上判断动词。A 是主词 ，B 为主词补语。判断动词联系 A 与 B 的对等关系。判断动词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 ，A 与 B 皆为第一转身的本体绝对格。Rangki semni yongsu dui dini sangye denba in。自心圆满善调伏，此乃佛陀之教法。我尼扛肩陪背扛处引，这杯盆就我以破玉引。我是雪域西藏的儿子，美丽藏域是我的故乡。动牛尾手提扛手蕊，杰米西把请签帕玛引。曾饮过雪山的雪水，无法忘怀大恩的父母。基本句型2，有字句，Yumeki7줍。藏文的有与在是同一个概念。A 拥有 B， 等同于 B 存在于 A 之上。此处的拉类格为第7转身的一格，标示拉类格者为拥有依存的基础所在。A 拥有者标示拉类格加 B 绝对格加上存在动词。A 是拥有者 ，B 为被拥有者。中文习惯翻成有，表示 A 与 B 的邻属关系。准当苏格尔den江，semla garso minduk。即使展露皓齿笑颜，内心却无欢喜可言。Pumorchiwa mena changla zeba minduk。姑娘若长生不死，佳酿就源源不断。A 绝对格加 B 场所标示拉类格，加上存在动词。A 是依附者 ，B 为依存的基础。中文习惯翻成在，表示 A 与 B 的依存关系。Kangarbo punge mi 蹲土月。南温波狗威登土月，洁白的雪山在我眼前，蔚蓝的天空在我头顶。请见帕美血瑞普埃 sem 囊土月，居恩父母的容颜存在儿子的内心。A 获得者标示拉类格加 B 绝对格加上获得动词。A 是获得者 ，B 为获得物。得到表示 A 与 B 的得失关系。昂错田居基米律仁波切痛内，却给宁波拉念述人狗人。我们在获得暇满人身宝后，必须实修心要法。基本句型3。动字句，卡威7줍。A 绝对格加 B 标示拉类格加上不及物动词。A 是主词 ，B 为场所或对象。能所不相异动词 ，A 不需要受词。B 若为动作间接所及的对象。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第2转身的叶格。B 若为动作的目的，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第4转身的位格。
B 若为动作发生的场所，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第7转身的一格。能把三劫把引呐，通马滚就松啦劫数着轨。身为内道佛教徒，一开始必须皈依三宝。宁年为强人准备落，我抗中娱乐 demo pep。亲爱远方的旅人，欢迎莅临雪域游览。帕塔对位为囊，我以宁土穷。远处穿透的光芒跃入我的心。A 绝对格加 B 标示拉类格，加上自动变化动词。A 是主词 ，B 为主词补语。主补同体，联系 A 与 B 的因果关系。A 为因 ，B 为果 ，A 本身变成 B。自动变化动词为不及物动词 ，A 为第一转身的本体绝对格。B 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维比的同体格。Jomo pe barbecue song。蝌蚪已经变成青蛙。不切马类拉 Q 松。毛毛虫已经变成蝴蝶。罗马塞波罗 Q 用。树叶将会变黄。A 标示作格标签，加 C 绝对格，加 B 标示拉类格，加上他动变化动词。A 是主词 ，C 是受词 ，B 为受词补语。宾补同体 ，A 促成 C 与 B 的因果关系。他动变化动词为及物动词 ，A 为施动者，标示第3转身的作格。C 是直接受词，为第一转身的本体绝对格。B 为受词补语，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维比的同体格。老早我南记点卷盲波，迷日显起给意土球。译师们将许多经典翻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。讲动起架 ser 土球，锤炼能使铁成金。A 标示作格标签，加 B 绝对格，加及物动词。A 是主词 ，B 为直接受词。能所相异动词 A 需要受词 B。A 为施动者，标示第3转身的作格。B 为直接受词，或称为设施宾语，为第一转身的本体绝对格。你妈上波迪儿，我以几杯露西莲。美好的今日，我唱首快乐的歌。那位人哇，素以咕噜，罗东起扑桑，素以竹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A 标示作格标签，加 C 标示拉类格，加 B 绝对格，加上及物动词。当动词有2个受词 B 和 C 时， C 是间接受词 ，B 为直接受词。A 为施动者，标示第3转身的作格。C 若为间接受词，或称为对象宾语，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第2转身的叶格。C 若为动作的目的，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第4转身的位格。C 若为动作发生的场所，所标示的拉类格为第7转身的一格。B 为直接受词，或称为设施宾语，为第1转身的本体绝对格。
三界中等地记，对家南啦，缺壳南松锅咯。佛陀对所化众转三法轮，抢救先辈，先见他界啦，凝结千波界。菩萨于一切有情生起大悲心。